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每次造访客庄一定要找到新奇的事物。这次在湖口，我找到一位收藏200多个板印的黄大哥，他要跟我说这些板印背后蕴含的传统客家习俗与节庆故事。哇，我看到好多做捏板的模具哦。嘿，对啊，像这一只的话，它蛮有趣的哦。上面这个人名来说，这个还在的话，它100多岁喽。这一只算是古董级的，对。为什么要刻这个名字在这个模具上面？因为早期在客家人嫁娶的时候，那代表我们给男方的一些东西是很丰富，所以这名字是女方家长的名字吗？是，这个是我们就是女孩子的爸爸，他刻在这个上面，是给女方的这边做纪念啊，就给女儿做纪念的一个东西。所以是客家特有的习俗。是，对，就是望族里面才会有的习俗啦。我走过很多客家庄啊，我比较少看到这种弯的板。是这个，我们在桃竹苗区的客家庄会比较常会出现这种弯桃式的一个我们红板的一个造型，所以它有特别的含义吗？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它可以把它在一个供盘上，可以把它叠成一个塔状。这个塔状的话，就是有高升的意思。哦，高升。对，是什么时候会在这个节庆会叠这个塔吗？就是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拜天公或平安祭啊，或者我们家里有着重要的节日或祭祀，就会有做这样的造型。虽然说板印在早期客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也越来越少见。没想到看起来洋派的黄大哥却对这些客庄老文物情有独钟。这个很特别，我很少看到吃的这个板啊，外形是这个鸡的样子。哦，这个不是我们板的模具哦，它是做唐塔的模具。这个不是做板。对。那唐塔是什么？基本上唐塔的东西它是比较专业。早期在我们老的糕饼店里面我们在祭祀拜天公的时候，平安祭的时候，它拜天公用的一个舞袖。那舞袖里面呢，它会有中间会做一个宝塔的一个造型，旁边有龙跟凤，有5只，称为舞袖。黄大哥说，拜天公会准备的五秀唐塔意味五子登科，同时也意味着客家人传统望子成龙的心愿。在湖口这个少被注意的老客庄，新世代的回归与旧文化的激荡，就像黄大哥与他200片的客家老板印，正是新旧世代交替的最佳诠释。